這條航線每週的禮拜2、禮拜5的早上8點、下午2點，分別由台南的安平跟澎湖的馬公互相的這個開航。每年的6月到8月，也配合澎湖的花火節跟台南的將軍侯等節日互相開航。那我想這樣的一個交通船可以促進兩地的這個觀光的發展。這條安平馬公航線，其實在歷史上是很早有淵源的。台南的熱蘭遮城其實就是從澎湖的公歸尾城堡搬過來的所以很早這條航線其實就存在了。那今天很高興可以再連接這雙方的鄉親跟朋友，讓澎湖跟台南府城有更多的交流。南部的人要到嘉義的話，這個路程就是一個問題，時間上比較不好安排。尤其在高雄、屏東的話，這一些的人跟旅客的話，會更好的一種選擇啦。機票很難訂都訂不到的時候，那這個樣子的話，確實是解決了一個大問題啊。掌握施政3分鐘，台南進步向前衝。今年暑假是台南邁向海洋觀光城市的重要的時間點。安平馬公航線結合了國際旅客推薦台灣必遊之地，台南、安平以及最具代表性的海島旅遊地澎湖，串聯了2個城市之間，展開了國際跳島旅遊的觀光優勢。台南還有從將軍漁港出發前往澎湖南方4島以及鎖港的航班，這些呢都是台南特有的海上觀光路線。海上航線的開啟，那不僅是我們交通上的便捷，更有觀光的旅遊模式。那未來大家可以先來台南漫遊景點，品嘗特色小吃，吃好吃，再去搭船去澎湖享受離島的風情。這個不僅是台南的人文風情，還能夠輕鬆享受到離島的美景，一次滿足城市跟海洋的雙重體驗。又是觀眾歡迎看7月20號的中嘉台南電新聞。台南孔廟雖然是國定古蹟，不過真濟土地產權攏是當年民間事先所捐贈，屬於台南市的公產，並不是市府所有，所應收這兩塊土地租金甲門票，無度支付目前所有的開銷。對此，管理人以前產業理事向議員王嘉金陳情，希望釐清孔廟的產權歸屬。有專台修學稱號的台南孔廟，一檔除了春秋兩祭，另外還個一元武廟的祭典。台南市文廟管理委員會以前書院的理事，日前嘛透過議員王嘉金來陳情，一方面要求釐清孔廟的產權歸屬，另外嘛為以前書院孔廟祭典的禮樂器的收貨來清明。民間捐獻的，很多民間捐獻並沒有一塊是所謂的清朝也好，日據時代也好，官方所購買的、所置辦的，並沒有，都是民間所捐獻的土地。因為那些土地早年之前都是稻田地、產地所以它有田租，利用這些田租的費用，在維護孔廟。然後那時候清朝那時候還有孔廟，它就是私塾維護那個。支持那個學生讀書的費用是這樣子來做運用的。成立一個官員組織的管理委員會，只是要讓去代管爾，驚講這土地去用偷賣去，是你要代管，不是來控制。所以這條錢應該講既然你政府這是合理的徵收，你這條錢就應該要入來阮基金會內底啊。畢竟賣這個地因捐贈嘛是攏佇基金會手裡，不應該是賣了，結果錢是安尼飼過去的。對此，議員王嘉金日前嘛邀請市府文化局、發展處、甲日孔廟文化基金會執行長共同面對面來溝通。針對產權的部分，土地確實是屬於全台南市，嘛不是市政府所有。市府認為有真濟問題，攏是歷史的共業。就孔廟，其實當時是地方士紳，他為了要熏血，然後要
資助這些台南市的一個文風發展，因為台南其實是一個文化底蘊很深，然後文風薈萃的地方，所以當時是很多地方士绅他們共同，例如說捐贈土地或捐資，然後才促進這個地方興學。好，所以其實當時他原來登記的是台南就是孔廟管理委員會，可是之後呢，因為他在內政部相關的規定裡面，他就这個捐贈的土地，他是認為是台南市公有，所以後來他的土地所有權人就是台南市這個我們一個地方自治團體這樣子。然後管理人的部分，目前的登記還是台南市文廟管理委員會。目前的一個所謂文件來看，那目前孔廟的土地的一個所有人是台南市，它是一個這樣的一個登記，那管理人是文廟管理委員會，所以從土地所有跟所謂管理這部分來看，其實是清楚的。那一般我們對於土地的所謂所有，是認定是以看所有權是誰，這樣的一個部分。現場雖然醫政書院的理事長、理事甲一些委員醫生攏提出質疑，而且管理的單位嘛經過幾屆的轉變，有台南市文廟管理委員會，後來閣再由市府出資成立財團法人台南市孔廟文化基金會。目前雖然有營收，不過卻無法度支付孔廟所有的支出。議員希望會用拍開民間甲官方的對話窗口，讓孔廟珍貴的文化資產會用永續來流傳。台南新聞林英根採訪報道。市府持續推動智慧科技融入市政，提升公共設施的維護效率甲作業的安全。其中每天日前就前往林地地方池關心割草機的實地演練，並親自遙控割草機器人，相當神奇。春季前割草工作有關防洪安全，過去用來人工割草不僅效率有限，也存在着高溫、鞭炮以及蛇、蠓蟲等的風險。但是倒立遙控割草機，讓操作人員會當佇安全距離外完成作業，有效提升工作效率，降低這災害以及人力負擔，展現智慧科技落實在市政服務的成果。以前都是用人工背個除草機，一方面太陽曬，一方面這樣割草，效率當然比人工這樣割好，但是就算是有割草機，其實效率還是很慢的。那所以我們透過這個機器人割草機，或割草機機器人來做，那這樣子它平均一次就90公分這樣下去，就像我們在家裡面的掃地機器人一樣，只不過它有多一個遙控的功能，100公尺以外，所以說遙控的人他不用曬太陽，他也不用有時候走路比較危險的地形，快跌倒了，或是做如果你要背一個割草機跌倒的時候，後果是很嚴重的。因此呢，我們借重科技的力量增強效率，減少人工，因為人工也很貴，而且也有時候不經濟。那我們用這樣的方式，謝謝水利局我們在我們滯洪池來實施這個靠機器人來割草。水利局指出，這款油電混合割草機會當適應地方田邊坡、河川堤岸等複雜地形，具備100公尺遙控的功能。比較傳統人工割草，大幅提升作業效率，也建立人機合作、安全作業新模式。水利局表示，若是林地地方池成效良好，未來將會評估擴大運用較大型的公園、河川綠地以及各項水利措施，提升公共設施維護效能，持續推動 AI 甲智慧機器人的應用，打造更加安全、高效的智慧城市。台南新聞張偉忠採訪報道。在各界小廳由隨和異地中心幸福工作坊所舉辦的愛無盡藝術特展，正式推展到8月14號。這擺展覽集合了13位心智障礙者的原生藝術家作品。主辦單位都要邀請民眾透過畫作走入因的世界，嘛看見藝術跨越障礙生命故事。更希望大家進一步來體驗手作的商品，用實際行動支持因持續創作。隨和異地中心為佇安南區的愛幸福工作坊，針對心智障礙者，除了一般工作技能加生活自主訓練，較特別的也有藝術陪伴加潛能開發。
今年在昆山科技大學視傳系的合作，規劃了愛有情藝術特展，對1樓到3樓的牆面佈置了中心13位原生藝術家的作品，用印象自然單純的畫筆來表達內心的感受，進一步建立自我的價值。因為我們是以藝術為名，希望成為這裡的一個主要的特色，所以吸引了這些的畫家前來了。然後這些畫家可能原來他對自己也沒有那麼自信，覺得說我真的是畫家嗎？可是在這裡，因為有專門的老師也幫忙協助他們，把他們的潛能也引導出來所以才有今天的成果。其中特地講的是自閉症藝術家楊杰漢，用代表性的動物世界、機器人等線條的組合，除了登上南美館參展，也把受邀請到台日交流的國際舞台，成為台灣之光。伊無需要言語，已經用豐富的作品來展現伊的生命力。他是自閉症的嘛，所以他可能有很多畫作都是來自於他的，比如說他的想象，或者是說他可能生活的過程裡面的一些，比如說媽媽也會給他一些很多的大量的繪本，或者是他可能看到的人事物，然後去衍生成他的畫作的商品。為了感謝所有愛心小廳的團體甲個人，小橋佇開幕大會嘛親自頒發感謝狀，希望讓更較儕民眾看見身體障礙者的原生藝術，跨越障礙，進一步理解、尊重多元共贏的社會。觸發他心靈或是他能量的地方所以就會讓說這個社會也會覺得，或是他的家長也會覺得說，他其實有他的生下他來有他的用處，有他的那個可愛之處這樣子我覺得是社會一個祥和很大的動力啦。隨後，伊佇中心開佇開發陪伴角度，讓這群藝術家上真上直接的表達。展覽期間，嘛要邀請民眾透過手作的體驗活動，實際感受原生藝術，支持身體障礙者會當佇社區持續發芽。台南新聞軍籍採訪報道。七股陽山今年一度風吹嘉年華18號開始熱烈登場，活動連續3個假日舉辦，每一禮拜攏用不同的主題來展演。第一禮拜以海洋生物作為主題，包括海岸、塔口等大型的風吹飛上天，吸引大批遊客前來欣賞，嘛為暑假加添熱烈的氣氛。台鹽公司再度19亞洲國際風吹聯合會精心規劃多款大型造型風吹，除了國內團隊製造的特色風吹，嘛邀請國外藝術家作品來台展演，讓7股天頂衛星大型的藝術畫布，再讓民眾精彩視覺饗宴。鹽山風箏嘉年華正式登場了。那今天開始，連續3個週末，有不同主題的巨型風箏陸續升空。然後今明2天是海洋世界。下週有太空科幻主題，那8月1號、2號是可愛動物，那邀請大家大朋友、小朋友來鹽山吹風、散步，吃美食、拍美照。七股這個地方就是靠海，那海洋，所以今天大家會看到我們很多繽紛的魚的風箏，包括有金魚像這個是翻車魚就是翻車魚各式各樣的，然後像章魚所以各式樣。其實天空看起來就是很療癒啦，色彩很繽紛，看起來非常的療癒。不少家長帶着囡仔到現場觀賞，看到五彩繽紛的大型風吹，紛紛摕着手機翕相錄影，留下難忘的暑假回憶。是外地來的嗎？沒有，我們是七股人。七股，對，七股人。對。所以你知道這是算是第幾年了嗎？因為好像不是第一年。這個我不太清楚我也是看社群人家 po 的才過來的。你最喜歡哪一隻？這麼多隻？這隻藍色的。你有喜歡的嗎？那隻藍色的。藍色的。你說翻車魚？對。主辦單位表示，活動期間每天早時10點安排風吹試飛，下晡1點半到5點進行正式展演。第一禮拜主打海洋生物，後續2禮拜還會推出太空以及寵物主題風吹，邀請民眾把暑假走訪7股鹽山，欣賞大型風吹展演，感受濱海夏日的魅力。台南新聞張偉忠採訪報道。旅遊景點、
私房秘境攏底家，特色美食樂利哉，生活時事搶先報，中嘉新聞週報，深耕在地，放眼全國，掌握最新地方資訊。每週六下午1點，就在高雄都會台。為了讓青少年在暑假期間培養健康的休閒活動，但市建局今年持續推出保齡球比賽，現場組織了全市16個分局，總共有96名青少年做伙搶拼。其中委託嘛親臨開球，氣氛相當的熱烈，加上反毒、反詐騙等宣導，希望引導青少年走向好歌，離開犯罪引誘。從角度大力將保齡球彈出去，不管敢有strike，現場歡呼聲不斷。這場由市建局所主辦的暑期青春專案保齡球比賽，吸引全市16個分局，總共96名青少年組隊參加，氣氛相當熱烈。今天來打保齡球很開心，因為我從來沒打過，但打得還不錯，所以還不錯，還蠻開心的，覺得保齡球蠻好玩的。參加這個活動，就是除了讓小朋友可以有一些防毒的嘗試以外，然後也希望就是朋友一起出來玩，然後也可以結交到好朋友，然後不要變壞。市長委託為了見證暑期保齡球比賽重頭戲，除了甲貴賓面帶共同啟動流沙陣的儀式，向前助力滿滿的光明活力，打擊違反犯罪關心以外，嘛親自開球為精彩比賽加開序幕。我們一方面提倡正當的娛樂，一方面這是一個奧運會這個列入項目表演項目的這個球賽。那亞運也是列入項目，所以呢，我們希望提振我們的保齡球水準，希望大家開開心心的度過暑假。希望我們青春專案能夠讓很多好朋友，能夠大朋友帶着小朋友，小朋友帶着中朋友一起來。在老底的保齡球比賽過程，市建局趁機會宣導反毒、反詐騙，其中嘛首次跨國授權，甲日本卡拉赫拉聯名，量身打造台南專屬的防詐騙所在，一登場就引起話題。小朋友很喜歡，一方面也能夠讓我們宣導治安、宣導打詐防詐的這個用心，也能夠得到大家普遍的認同。因為我們以前大家都覺得說，我們警察或者說治安機關的一個宣導好像流於比較制式化，但是呢，我們用很多活潑的方式，希望能夠大家讓很多這個維護治安、打擊犯罪的這種概念能夠深植人心。暑假期間，市建局透過趣味娛樂的保齡球比賽，結合家庭甲社會力量，除了陪伴囡仔有充實安全的假期，過程中嘛要提醒囡仔愛勇敢反毒品、拒絕詐騙，離開妨害身心健康的場所。台南新聞軍籍採訪報道。立教學生法式滾球由台市中西區公所甲法式滾球聯盟所舉辦的友誼比賽，18號在協進國小登場，總共有32支隊伍參加，除了中西區國立組隊，另外也有大內環湖社區共同的參與，促進跨區的交流甲情感的連結。為促進地方體育發展，甲着推廣多元的運動文化。有了市府體育局補助，結合地方的特色，中西區推廣法式滾球的運動，今年已經邁入第12檔。今年來更積極推廣室內的法式滾球，日前在協進國小的協進館舉行友誼賽，唔但有中西區國立的組隊，更到大內區環湖社區組隊來參與。今仔是阮中西區法式滾球聯誼賽其實公所逐檔攏有辦滾球的活動要互咱的民眾來體驗嘛來顧着因的健康公所到今年為止已經是第12檔來推動這個活動因為伊是一個真適合高齡長輩的一個運動。那尤其我們近幾年也把法式滾球從室外帶到室內
就是為了讓我們參與的民眾可以不畏風雨，也可以有一個舒適的環境來運動健身。所以在這嘛真感謝有真濟咱的好朋友，今年總共有32隊來參與。其中較特別的就是今年有帶來咱的環湖社區也來參與我們今天的滾球友誼賽也希望借着這個比賽，讓滾球運動可以給更多人更多的長者也好，可以一起來參與，讓我們的長輩都可以在自己的區域、在自己的里內、在自己的社區，可以健康快樂的在地老化。花式滾球因為無受年齡的限制，唔定容易上手。而且兼顧趣味甲熱策略性的運動，無論是親子同樂、中者的休閒，或者是社區交流，攏相當的適合。活動當中邀請熱情的有氧老師帶動活力的舞蹈，形成暖身，為活動來發揮事務。接續32支的隊伍嘛輪番上場來比賽，展開精彩的對決。台南新聞林彥根採訪報道。由北區振興社區發展協會主辦，義長區立理服務處擔任婦女會理事長童小雲所協辦的防治暴力婦幼宣導加友善寵物同樂會，19號在阿嬤你看市集鬧熱登場，活動結合寵物造小、公益市集加防暴的宣導，吸引真濟親子家庭帶着毛小孩做伙來參與。氣氛鬧熱個溫馨。地博啊！飼主忙着替毛孩精心打扮，希望在走秀活動中脫穎而出。各式造型萌翻全場，也讓愛犬愛貓的飼主們彼此交流互動。主辦單位希望透過毛孩同樂會，推廣飼主責任及認養代替購買的理念，希望提升民眾動物保護意識。未來我們的活動就是吃小吃做公益順便也可以來摸彩也很感謝我們今天邀約了很多的寵物還有寵物雞來幫我們走秀跟我們主人一起來走秀雖然是獎金就是很微薄，但是我覺得很熱烈啦這也很感謝。那我們是正義社區發展協會我在當里長的時候，我們就成立在106年就成立了我們的巡守隊，然後我們是全國第一個可以成立巡守隊，有巡守犬當初我們在106年的時候去動保處領養了4隻回來。活動現場設有藝文、美食及政令宣導攤位，讓民眾逛市集、品嘗美食，同時獲得實用資訊。活動這天，北區區長潘寶淑、中西區公所主秘藍天寶、議員服務處代表以及多位里長也都到場共襄盛舉，與民眾同樂。今天的一個友善寵物的一個宣導活動，來呼籲我們所有的市民愛寵物就要照顧它，然後有需要的時候我們就是去認養，不要去取代購買。那也透過今天的活動，讓大家知道說，其實養寵物其實也是一件非常有符合公益的活動。那要養它就是要愛護它。毛小孩是大家的生活的一份子啦。那我們對於這些毛小孩或者這些寵物，我想現在大家付出的心力跟以前都增加了很多。那我們在這方面尤其透過我們那個活動中心這邊的一個活動，大家更認識這些毛小孩如果知道怎麼去照顧這些毛小孩的方法我想這整個社會要祥和要和平的話，我想就是大家共榮共處。除了毛孩走秀，今年活動也安排街頭藝人演出，增添歡樂氣氛。台南市動保處也在現場提供寵物健康檢查、晶片植入登記、狂犬病疫苗施打以及動物保護宣導等服務，鼓勵民眾落實飼主責任。童小雲希望透過寓教於樂的活動，讓更多民眾建立正確飼養觀念，同時打造友善動物城市，以實際行動支持認養代替購買、終身不棄養的觀念。台南新聞張偉忠採訪報道。袂少店家攏會將得獎的獎牌或是感謝狀掛佇店內上界顯目的所在。不過，台南公園路頂的阿蓮牛肉湯，卻將超過200張來自各地社會福利團體所頒發的感謝狀，
全部攏搭佇廚房的牆邊。頭家林成偉講，希望每一天工作時看到這個感謝狀，提醒家己工作也未做到上好，閣愛繼續努力。走進廚房，可以看到整面牆貼滿感謝狀，算一算超過200多張，甚至只是冰山一角。對林成偉而言，這些不是榮耀的展示，而是一份責任。深耕台南地方的阿蓮牛肉湯，除了以鮮美湯頭與新鮮牛肉吸引饕客，近年更積極投入公益。取之社會回歸社會嘛，就想說在這邊。就賣牛肉湯哦，就是有小賺錢，也想要回饋給這些就是中低收入戶啊，或者是教養院的人，還是獨居老人啊這些啊。目前阿蓮牛肉湯與全台多家社福機構建立合作，持續提供愛心肉品資源，減輕照護機構負擔。多年累積下來，已經超過100萬元。團隊幾乎每天都在進行捐贈，一天大約協助9戶有需要的家庭或單位。我喜歡他做這個公益，我一直推廣他，你一定要一直做那個公益下去。我最為他遺傲就是他公益做得真的好棒。林成偉投入公益的想法來自母親的教育，經營事業逐漸穩定後，將企業力量回饋社會，未來將持續結合更多社會資源，把公益行動延伸到更多需要幫助的地方，讓一碗牛肉湯不止暖胃，也能溫暖人心。記者邱懷談的報道。感謝收看7月20號的中嘉台南電新聞，我是顧武傑，咱再會。刚桃只来1天也可以保职災保險嗎？可以。啊，我們不是公司，這樣也可以加保哦。可以。加保職災保險會不會很難啊？一點都不難，可以通過統一超商 iPhone 機台申報，或透過電腦、手機上勞保局官網申報。代為申報特別加保的職業工會也能辦理。繳費完成，保障生效。實際從事勞動人員也適用於特別加保哦。特別加保真便利，臨時上工好安心。濃煙是火場內的頭號殺手。我們用1:1打造居家的實驗屋，用2間房間來做對比的實驗。一間門是開着，一間關上門。如果已經看到濃煙，關好門，等待救援才是最安全的選擇。發現火災時，當你看到濃煙了，請盡速將房門關上。1號選手出場，信心十足。挑戰失敗，騎車上駕訓，安全不靠運。2號選手考場練習，看起來有些緊張。是過關了嗎？挑戰失敗。騎車上駕訓，安全不靠運。待考區2人組第3次報考。這次如果真沒有考過，我就不要考了。我有辦法。騎車上駕訓，安全不靠運。現在報名還有補助哦。你聽過指差確認嗎？交通部於112年3月起，已全面要求運輸業駕駛人應落實路口停讓行人，並要求大客車駕駛人於路口要執行指差確認。另外，大貨車駕駛人也於113年8月擴大響應，轉彎暫停、安全再行運動。大型車輛路口應停讓，指差確認，安全有保障。阿媽你好，我是來給你送消防平安的，這是阮厝內24點鐘的保鏢。佇第一個時間，伊會當甲咱，若像甲咱叫醒共款，互咱知影講哦，隔壁有狀況發生。助警器有分偵煙室與定溫室，分別裝置於居家的不同環境。助警器是居家防火的預警防線，
安裝完成，按鍵測試，它將成為居家的守護者。安裝助警器，5增5波比哦。公務人员依法行政，行使裁量權，做成行政處分，